主后2022年10月初6，三个教会主日礼拜，咱做伙来听读圣经《士师记》第8章13节到21节。约阿斯的囝基甸对战场顺希勒斯的山坪倒来的时，掠到一个苏格的少年人，甲伊查问，伊就将苏格77个领袖甲长老的名写出来交互基甸。基甸到苏格对遐个人讲：“恁以前甲我踢笑讲，你都还未掠到西巴甲撒摩那，阮若着用饼互恁亚先的军兵。呾恁看，西巴甲撒摩那伫遮。”伊就掠城内的长老，用旷野的刺配甲藤条教示苏格人，搁拆比罗伊勒的城楼，杀死城内的人。基甸问西巴甲撒摩那讲：“恁伫坦布山刣的人生做甚物款？”因应讲：“亲像你，逐个人看起来拢亲像王子。”基甸讲：“因是我共母的兄弟，我去永活的上帝咒詛，恁若有留因的性命，我就袂刣恁。”伊就甲伊的大囝一贴讲，甲因刣死。毋过一贴惊，毋敢背倒，因为伊还少年。西巴甲撒摩那甲基甸讲：“你家己动手，你才有够力。”基甸就起来刣死西巴甲撒摩那，将因的骆驼颔棍、月眉形的砖塔摕去。这礼拜讲到的题目是《士师基甸》第3篇，彻底拍败米甸人。伫顶礼拜有讲到基甸，伊使用上帝所竞选300勇士，拍败米甸135000人的联军。迄时，大约有12万的米甸联军伫约旦河西岸自相残杀，也是死伫基甸甲伊300勇士的手里。当然，也有其他以色列人听讲米甸大军惨败，因也加入围杀米甸人的行列，其中包括以法莲人也在内。因掠到搁杀死米甸人2个首领俄立甲西伊伯。咱伫即礼拜继续讲基甸的第3段故事，彻底拍败米甸人，甲基甸的逃亡。大省咱来看分段。第一小段是伫第8章的第1节到第3节，遮基甸伊用卡子化解以法莲人的挑战。基甸甲伊300勇士继续咧追杀米甸人，伫半路的中间，以法莲人甲伊岔路，搁甲伊挑战，问讲为甚物伫即场的重要的战役中间，基甸无招以法莲人出兵，是毋是看因袂起？总是基甸用卡伫的话，甲阳光面子做互以法莲人讲，因掠到米甸人2个首领，是比因搁较敖，搁较会赢过伫因所刣的人的要紧。以法莲人听了真满意，就放因离开。第2段是第4节到17节，遮讲苏格人甲比罗伊勒人因毋肯伸出援手，后来受报应。基甸甲伊300勇士渡过约旦河，去东岸对入米甸人。伫路中，因也枵也忝，
因请求因的同胞住伫苏格甲比罗伊勒的家己人，会当提供一寡饼，互因通做食物补给无？毋过因检察因为也惊缅甸人的报复，也看轻基甸，无认为因会当继续拍赢就拒绝支援，也开出严苛的条件，要互因物件才会使得，除非因大声掠着缅甸人逃走的另外2个首领西巴甲萨摩纳。基甸就甲因回呛讲，伊若掠着西巴甲萨摩纳平安转来，伊的确会用抗野的刺皮甲藤条架死苏格的领袖，也会拆掉比罗伊勒的城楼。后来当基甸凯旋的时，伊果然刑罚也架死苏格兰搁大平比罗伊勒杀死成年的人。第三段是伫第8章的18节到21节，遮基甸杀死西巴甲萨摩纳。西巴甲萨摩纳是缅甸人另外2个首领，因率领残兵败将，还佫15000人，伫约旦河东岸的加国重新整顿，准备要甲基甸一决生死。无拍算，也是互基甸的突击战拍败，军队败退四散，因也受掠，就彻底失败。基甸问过去伫塔普山战役，互因杀死的人是生做甚物款的人？因讲，亲像你拢成王子。基甸就讲，你无留因的性命，所以我也要杀恁。这所在讲，因是我共母的兄弟，因是我共母的兄弟，这只是形容讲，这个人袂输是我的骨肉至亲的意思。总是基甸的大囝一贴还少年，毋敢背倒杀人，就由基甸亲自动手。就安尼结束缅甸人扰乱之祸。第4段是20到28节，基甸制作金的以弗得。以色列人得救了后，因期待基甸会当做因的王，互伊甲伊的子孙来统治因。毋过基甸拒绝，理由亲像当当时普遍的想法，只有上主才是以色列人的统治者。总是咱嘛看到基甸伊私底下要求因将对着抢到的这个金线环，互伊来打造一个以弗得。以弗得原本是祭司所穿的圣衫，基甸打造以弗得，这身以弗得有20公斤的金仔的重，放伫伊的故乡本城五弗拉。这原本只是战利品，甲伊用做纪念碑拿定，用安尼来荣耀上帝的奇妙救赎带领的恩典，以及因拍赢伫即场的战役。毋过呢，即身以弗得后来煞变质，诚做是以色列人新的偶像，致到互以色列人背叛上帝。这也诚做基甸的家庭日后败亡的落网。第5段是29节到35节，遮讲到着基甸死了后时局的变化。基甸做士师40冬，伊带真济某生70个囝，伊伫示剑也另外细姨甲细姨仔所生的
囝阿比米勒，即个咱伫后礼拜佫讲到，伊活甲真老，岁数真悬才死。圣经无记讲伊活甲几岁。伊死了后，待伫因老爸约阿斯的墓甲伊做伙，表示伊真平安幸福。既然娶真济某，生真济囝，其实这也暗示讲，既然表面上伊毋敢称王，毋过私底下伊过的生活也类似是土王、土皇帝的生活即款的规格，这就正做是伊人生的败笔。咱后礼拜会佫讲到基甸第4段的故事完结篇，佫来讨论即个代志。基甸死了后，以色列人因拜巴力做因的神明，佫等于拜偶像，也蒙恩背义，并无好款待伫基甸的遗族，这实在是真悲哀，也真可叹。士出记第8章，咱通对这来得到甚物款的教示？第一，讲到着想法分明，诸恶勿尽。咱对基甸对入米甸人的残兵败将，虽然已经是真野善，搁真忝真夭，毋过伊犹原无放因煞。就算因只是有300个勇士要迎战15000个米甸军队，讲起来这是非常吃力的战役。毋过既然伊相信上帝已经甲米甸人交代伫因的手，因只要尽力征战，就一定会得到完全的胜利。结果到落尾，也果然掠到米甸其余2个首领，也甲因的军队拍甲落花流水，彻底完全制服米甸人，也互因无阁有机会通好反抗，也是继续作怪作乱。以为所书第4章27节，则讲毋通互魔鬼有空芳通利用。中文和合本的圣经讲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互魔鬼有空芳，也是讲还佫有徛在的机会，魔鬼就会利用这佫搞怪兴风作浪。咱真侪人拢真爱做好人，毋过做好人犹原爱有是非真理，对就是对，毋对就是毋对，千万毋通变成做烂好人。既然就算伊真忝真善，伊也知影创好归山以后，上款会歹食困，所以一定着除恶务尽，斩草除根。另外，既然对家己的同胞属甲人甲比罗伊勒的人冷酷无情，因毋愿对基甸伸出援手，搁对基甸挑难打击。既然也甲因讲伊翻头会刑罚因、教示因，甚至基甸也杀死比罗伊勒人，亲像在对付敌人一般。咱会想讲，为什么基甸要用遮尔激烈的手段来对付同胞？其实，以色列人因大支族是手足生死同命的关系，属迦勒支族的苏格人甲比罗伊勒人，因的冷血其实是真严重破坏即款支派同盟的关系。若对基甸见死不救，搁落井沉石，互人真痛心。所以基甸需要割炮断义来达到警示的效果。咱踮伫这世间，主要所甲咱讲，着知我找恁出去，
亲像送羊入去豺狼的中间，所以就亲像蛇遐尼啊灵巧，亲像粉鸟遐尼顺良。马太福音第10章12节，愿赏赐咱智慧、勇气甲耐心、耐力的上帝，也互咱有想法分明的心，也有对诸恶勿尽即款的胆魄。第二，用温和的脚趾，有时阵会当化解即款的冤结。当既然无用地对入米甸人的败军的时，以法莲人摕因所抬米甸人2个首领俄立甲西逼的人头来请功，也质问基甸为甚物一开始就无邀请因做伙来攻打米甸人。以法莲人感觉讲因是以色列人中间第要紧的支族，因忽略无受重视，真愤慨，所以来找基甸理论。若是基甸用巧妙智慧的话讲，我所做甲恁袂比平直，恁扣剩的葡萄，敢无比阮收成的葡萄搁较好？基甸甲民主功劳归互以法莲人，因听了真满意，就无搁继续伫遐来愈。咱来看几节的圣经节伫箴言15章。大先咱看第4节，遮讲温和的舌是活命的树，讲话歪曲损伤心神。第1节讲温和应答，互受气煞；刺插的话激起受气。23节应答合宜，互人欢喜；合时的话实在真好。讲话甲应答实在是真无简单的功课。雅各书第3章第2节安尼讲：因为咱大家拢常常犯真侪错误，讲话无错误的是完全的人，伊会晓控制家己。第3，既然伊世俗化的大头病，结果是误人害己。既然是一位真伟大、佮勇敢、又智慧、佮巧妙口才的士师，伊对领导北以色列人驱逐制服米甸人，也有相当大的贡献。伊也带予迄个地区有大约40年太平安定的日子。毋过，既然伊是人，也有人的软弱甲无完全。上界明显的，就是伊打败米甸人，赢得以色列人最高的尊敬甲信任。伊甚至要受拥戴做以色列人的王，建立王朝。既然有遮尔好的才能甲机会，总是伊苗把握好好来因带以色列人建立甲上帝四正信仰的关系，伊也袂晓带领因好好遵守摩西的律法生活，反倒当伊打造以弗得，误导以色列人，嘛无阻止以色列人来拜以弗得，结果以弗得就成做因的偶像。这代志也成做以色列人继续背叛上帝，得罪上帝的陷阱。这代志也成做伊的家族败亡的落网。其次，既然虽然表面上伊无称王，毋过伊带真侪某，阁有细姨生真侪囝，这个作风，这个生活也甲一个土王无啥分别。就讲，伊讲的是一套，伊做的是一套，伊沉迷伫权势
甲女色，即个并无互伊的家族带来幸福甲祝福，反倒当伫基甸死了后，诚紧伊的第二代自相残杀，人民也无搁感念基甸，诚紧基甸的家族就败了，也互人诚惋惜。愿咱对士师基甸的信上学习，做一个为主所用下用的器具，是做信心的勇士。总是咱也对基甸的失败来学得教训，知影咱凡事都爱归荣光互上帝，凡事嘛都爱追求上帝的心意，毋通掠做讲家己有偌敖偌会。有即种的大头病，害着家己，也害着囝儿孙，这就真毋值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阿爸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看到基甸伫伊的时代，伊看到米甸人怎样来糟蹋欺负伊的同胞，伊也互主你来使用，用300勇士来拍败米甸人135000人的大军。主求你也互阮伫这世间，阮也有即款的信心甲看见，毋是靠人济，毋是靠势力，也是关系，也是拳头母大粒，也上帝你正义也的确会赢过即个邪恶的帮带的势力，也互阮伫基甸的信上。嘛看到基甸伊做人会软弱的所在，会用即个诚做阮的鉴戒。求主你也互阮会晓得谦卑，无大头病，互阮凡事归荣光互上帝，也追求上帝你引带带领的人生。阮也相信主你要用阮你也要互阮的时代也诚侪是一个。我靠主得胜的时代，伫你面前，阮献上祈祷，感谢恳求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，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免。所以你用的，对。到了差不多了，明仔你当开始上班，明仔多几日吧，对。